高潭市光華高中流行 MV 舞蹈社5位辣妹再來熱情的舞蹈，為台南大安東百貨將對4月16號開始的母親節檔期炒熱氣氛。確實對百貨來講，頂半年上關鍵的母親節活動，就是只減周年慶的規模。推出百貨服裝，當天累計消費滿5000送500點好康，除了猶太辛苦的媽媽，另外嘛貼貼將護理師節納入檔期，對5月1號到12號，只要是醫護、藥師或者是治療師來購物，都有特別的優惠。那母親節的活動是在年度裡面僅次於週年慶的一個非常大的活動啊，所以說在一個活動規劃上面的話，最重要的當然是全館滿5000送500。5月份除了母親節的活動以外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節日，就是5月12號的國際婦女節。那我們為了感謝這些醫護人員長期的辛苦跟辛勞，那我們在5月1號到5月12號推出，只要醫護人員憑這個醫護人員的從業的識別證，加上我們原版的 APP 就可以免費兌換一個1000元的大禮包活動。業者為了搶佔母親節商機，馬限量推出消費滿額就送折疊購物車等好禮，相當實用利便。加上4月25還有健康媽咪、小小護理師的體驗營，以及手工繪藝課程，邀請消費者陪伴媽媽度過一個溫馨的節日。台南新聞滾吉採訪報道。